2次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卢凯的姑娘，有一次，就是上次而已，上个礼拜吧，我跟老祖去花莲表演。然后会后会的时候，所谓的会后会，就这个结束之后有一个聚会。Yeah, and yeah, you 咖喱，你是咖喱，and now sit down please。然后我们就 together 一起成为很快的情况之下，就是有一种杀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就是本来快昏昏欲睡，哪有被电到？对。Just like you know. Look like. Are you feeling coming? loud. Make some new song. I sing a song. I listen to 毛巾。用来擦汗。You can. 好。What's that？ 好了，不一样的卢凯的姑娘，听听看。好，这首歌也是无意中发现的，因为我们刚才有听过上半场唱的一首《卢凯的姑娘》，这样它是在音乐里面他说是大调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改编一下，看我们唱小调看看会不会不一样的感觉这样，我们听看看好不好？不要听要说哦。你们也可以挑战看看我们的那个，好了。好来吧。录。我们做重新。刚刚在彩排。干什么？认真一点了，好了。好，你先吧，我忘记了。我们还没那个还没。是。对。少华，不要搞乱。其实这首歌还没有创作好。喜欢看着你背对爱的花，在无尽里跳舞。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爬到后，你羞涩的模样。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。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，就是卢凯的姑娘。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。
喜欢看着，喜欢看着你吹来那朵花，在无权里的午夜，路过的姑娘，别笑，路过的姑娘，请别笑。喜欢看着秋秋白浪后你羞涩的模样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。好，谢谢。